各位老友記，周一個金價真係跌到唔識睇，又跌多咗229.27美元，跌幅足足有4.7%，收報4659.79美元。大家計下數，自從上周五跌到而家，短短2日時間，金價已經暴跌超過14%。之前執咗少少獲利嘅老友，可能仲好彩，冇及時止損嘅，估計而家個心都仲係寒嘅。講到今次金價連續崩盤，最主要嘅原因唔使多講，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就係特朗普上周五提名前美聯儲理事沃什接替鮑威爾做下屆美聯儲主席，任期5月就開始㗎啦。老友們記住呢個名沃什。市場一直都覺得佢係鷹派中人，以前嘅政策傾向就好鷹，呢次被提名，市場即刻就慌咗，大家都估佢一旦上任，好大機會唔會輕易減息，甚至可能收緊貨幣政策。咁一來，黃金作為冇利息收嘅資產，吸引力自然就大跌。呢個消息一出，就直接引爆咗貴金屬嘅拋售潮。係今次暴跌最核心嘅原因。除咗呢個原因，仲有一樣嘢火上加油。芝商所集團 CME 上周五宣布，要提高貴金屬期貨嘅保證金要求。新規係周一收盤之後正式生效。真係屋漏偏逢夜雨，同大家拆解下呢個新規。首先係黃金期貨，非高風險戶口，保證金從原來合約價值嘅6%加至8%，如果係高風險戶口，就從6.6%加至8.8%，仲有白銀。非高風險戶口從11%升到15%，高風險戶口更誇張，從12.1%加至16.5%。大家可能唔太清楚，保證金一上升，就係市場流動性收緊咗，玩槓桿炒黃金白銀嘅人要拿出更多錢去交保證金，好多高槓桿戶口頂唔順，就只能夠集中平倉拋售，進一步加劇金價下跌。呢個都係周一金價再崩嘅重要推手。仲有一樣壞消息，美元指數一路升，已經捉到超過一周以來嘅高位。美元指數 DXY 上升0.74%，收報97.54。大家都知，黃金係以美元計價嘅，美元一強，黃金就被壓住，根本冇反彈嘅空間。呢個又係一個利空因素。仲有美國國債收益率都係升咗2.5個基點，收報4.263%。呢個數據意味住什麼？即係投機者都覺得沃什為咗取悅白宮，亂咁減息嘅可能性好低，大家對減息嘅期望又減咗一截。金價又再被打壓多一下。最後同大家講下，本周接落來要留意嘅美國經濟數據，都好影響金價走勢㗎。有美聯儲官員嘅講話，就業數據，標普同 ISM 服務業購經理人指數 PMI， 仲有密歇根大學嘅消費者信心指數。不過有個消息要留意，據巴倫週刊報導，因為部分政府停擺，美國1月份嘅非農就業報告本周唔會發佈，大家唔好白白等咗。提醒大家，以上所有內容都只係市場分析，純屬參考，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大家如果憑住呢啲內容入市買賣，無論最後賺定蝕，都要自己承擔責任。想聽更多實話、更多實用嘅市場拆解，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支持下。多謝大家收看，我哋下次再傾。